近義手語，請換位逆境。我俾錢埋單，由我請客。或者邀請或者聘請，歡迎或者有請，轉車，代表，例如代表隊。換替，強調嘅係用新去到取代舊。交換人或者物，強調嘅係互相調換。例如交換禮物。報仇或者以牙還牙。輪班，兩個方式都會使用，視乎你嘅強調嘅重點喺邊度。困難，陷入困境，處處碰壁，一直失敗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嘅影片，請幫忙按讚、訂閱同埋分享呢一條頻道，多謝各位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